大概是这样。首先讲很好，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哪边有问题吗？都没有吗？都没有，我们就要练回音师了。好。
进行第二堂的敬拜。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开心，大家今天早上可以在一起，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我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在开始敬拜之前，大家安静一下自己的心。可以在心里想说：圣洁的耶稣，你的宝座就在这里，你的荣耀也在这里。真的将我们的心敞开。一起来唱，圣洁耶稣，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再唱一次圣洁耶稣，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再一次，我们来呼求圣洁耶稣，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
稣。在这里，再一次圣洁耶稣，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君王就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仙境，拥戴你为我，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地，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之天。君王就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仙境，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他能彰显这地，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之天。在唱，君王就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仙境，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他能彰显这地，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之耶稣。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仙境，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他能彰显这地，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之天。君王就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仙境，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他能彰显这地，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之天。现在敞开我们的心来唱君王。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仙境，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他能彰显这地，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之耶稣。我们真的将我们的心敞开到主的面前，跟主说，我们真的拥戴你为王，把荣耀都归给你。我们高举你更多的名，我们来呼喊你的名，我们承认你是主，直到再见你的面。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来唱更多更多
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让我们全心的打开我们的心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世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荣耀你的名。你让我们所做的，都有主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主你来看顾我们前面要走的道路。你让我们的双手所做的，我们脚所走的，都可以成为我们周遭的人的祝福。求主你也看顾我们今天的祷告，看顾我们今天的礼拜，都有主你掌权在我们当中，更多的赐福给我们。你让我们有更多渴慕你的心来呼求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看一段上帝的话，那记载在帖撒罗尼迦书、天教后书3章，我们从第6节看到第13节。弟兄姐妹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们，要远离所有游手好闲、不遵守我们教导的信徒。你们自己清楚知道应该怎样效法我们。我们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并不偷懒，也没有白吃别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日夜做工，为的是不要连累你们。我们这样做，是说我们无钱要求生活上的供给，而是要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在你那里的时候说过，不做工的人不得吃饭。我们说这话，是因为听见你们当中有人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整天什么事都不做，专管别人的事。这样的人，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警告，并命令他们要安静下来，亲手做工来维持生活。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们要不松懈地行善。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点，让我们再一次来敬拜他。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个名词哦，这个名词叫做“肥猫”。你们怎么解释这个词？好吃懒做，还有什么？对，我们怎么理解“肥猫”这个字词？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在讲，就是有些人他就是好吃懒做，然后就是占着位置，然后每天什么事都不做，好像只想等着人家发薪水给他，好像就是什么都不做。然后呢，有的时候很爱挑人家毛病，很爱去指责别人。我们常常会用一个比较负面的名词来形容这样的人，而这样子的人，你觉得在哪里会看到？我跟你讲，其实好像哪里都看得到，对不对？好像在各个地方你都会看到类似的人，他就是什么都不做，他就是在那边等着，好像你要给他薪水，然后你要款待他，然后只要有一点点对他不满意的事情，他就很爱发怨言，他就很爱攻击别人。所以这些人他其实不太受欢迎，不管在任何一个群体当中，是在教会也好，或者在学校，甚至在我们工作的场合，其实我们都并不那么喜欢这样子的人。那任何一个群体当中，只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坦白说就蛮麻烦的。更不要说，我们刚刚有讲到，恐怕常常是一个大量的人可能出现在我们的周遭，它会阻碍整个群体的进步，它会阻碍整个社会不断向前走。好，我们已经觉得够头痛，那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更明显的感受到这件事情。保罗所看
看到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就是一个充满肥猫的教会，好像有点惨，对不对？保罗所看见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一个充满肥猫的教会。这些人，刚刚看到经文跟你说什么？他经文刚刚用的词是什么？游手好闲，对不对？他形容说，你们当中有很多游手好闲的人。保罗所看到的教会是一个这样的教会。好，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其实帖撒罗尼城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它主要是因为它贸易非常的发达，所以它的经济能力不错。然后呢，它在罗马跟小亚细亚当中，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贸易枢纽，所以帖撒罗尼迦城某种程度很重要。那保罗在宣教旅行的时候，我们会在使徒行传17章看到这个记载。他去到帖撒罗尼迦城里头，去到犹太会堂3次，跟人家讨论信仰。因着这样，犹太人信了耶稣。以犹太人信了耶稣之后，又有一些外邦的希腊人、敬拜上帝的希腊人跟妇女的领袖，他们相信了耶稣。当福音在帖撒罗尼迦得到很好的扩展之后，其实我们不陌生这样的记载，就是他所面对的攻击就越来越大，他就开始面对很大的攻击，因为他就觉得你们这些人到底在传讲些什么样的信息，他们就开始想尽办法要把保罗跟这群传福音的人赶出去，然后在那个时间点，保罗跟传福音的人得到一个不错的名词，我说不错的形容词。他说这一群传福音的人是扰乱天下的一群人。我觉得这个词怎么样？听起来很不错。如果有人告诉你，你是基督徒，那你应该要扮演扰乱天下的一群人，你要怎么回答他？我们就开始面对一个内在的冲突。但是认真想想有道理。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事实上是学习做扰乱天下的一群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一个社会当中要活出基督的样式，而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常常跟整个社会的价值是冲突的。所以，如果有人说你做一个基督徒，你这是来乱的，你是来乱的，可能这是一个对你的赞美。所以今天走出去以后，大家开始都扮演来乱的角色。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认为保罗跟他的这些宣教的伙伴就是一群来乱的人，所以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把保罗赶出了帖撒罗尼迦城。然后呢，把保罗赶出去之后，他们就面对很多外来的逼迫。基督徒面对各种外来的逼迫，为着要阻止福音在这个地方被传扬出去。好，这是保罗面对到的第一个，帖撒罗尼迦教会面对到的第一个问题。你有很多外在的压迫，可是我们也知道，外在的压迫绝对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往往在哪里？对一个信仰群体，对一个教会来说，外在的压迫通常不会是最难的，最难的都是在里面的人。最难的永远都是原本就在教会当中的人。在那个时间点，保罗之所以会写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这一段经文，是因为他们面对到一个问题：有一些人来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开始散播一个言论。这个言论是什么？他们所说的这个言论是，他们说：“基督马上就要再临，基督马上就要来了。因为基督马上就要再来，所以呢，我们要怎样？你想想看，如果现在就来到教会，然后告诉你明天耶稣基督就要再来，然后你会怎样？我反应，因为完全不知道到底会怎样。”我完全不知道耶稣再来，那所以呢，他们开始散播耶稣要再来这件事情，然后就导致着为什么不要做？就
就我们干嘛认真服侍啊？反正明天耶稣就要再来了，干嘛要服侍呢？反正明天耶稣就要再来了，我干嘛那么认真跟随上帝？反正我已经受洗了，我就可以上天堂了，对不对？我就可以上天堂，我就可以进入上帝国，那我干嘛那么认真？你了解吗？为什么他要写那个？你不要像这群游手好闲的人，因为有人在教会内部散播这样的言论说。基督明天就要再来了，所以我们大家不用那么认真。基督明天就来了，所以我们就等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天堂。然后这些人就开始变成了肥猫，这些人就开始变成了肥猫，这些人就开始变成了一群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就在那边等，然后呢，不只是在那边等就算了，他们还会怎么样？指责旁边愿意付出的人，他们就会在一旁说：“你们干嘛那么认真？干嘛那么认真唱敬拜？干嘛那么认真练习敬拜？明天耶稣就要来了，干嘛那么认真？明天耶稣就要来了，干嘛那么认真做礼拜？”他们就开始在教会内部散布了这样子的言论，所以导致着整个铁萨罗尼迦教会陷入在混乱当中。这是铁萨罗尼迦教会面对的问题。外在都是小事，真正的困难是内部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而且，既然这个言论可以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力，你可以理解是谁在说这些话？绝对不会是一般的事。会说这些话的都是传道人，都是信仰的教师。所以，对于铁萨罗尼迦教会造成真正的混乱，就是有很多传道人散播了谬论，散播了不实的教导，就是说耶稣明天就来了，所以你不用那么认真，我们都可以进天堂。散播这样子的言论，造成了整个教会当中的混乱。而保罗在面对这样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我们常常在面对的问题。事实上是对上帝认识的问题。我们常常在教会里头处理的问题，其实是大家对上帝的认识完全不一样。甚至很多人认识上帝，他只停在某一个阶段，他没有继续的去认识上帝。他认为我只要信耶稣，我来到教会，我就好像得到了一个上天堂的入场券。这是保罗所在面对的挑战。而这样子的现象，拉到今天，2000多年来，你觉得有比较好吗？好像看起来差不多嘛，对不对？好像经过了2000多年来的教会，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我们始终在跟这样子不实的教导在argue当中，我们一直在面对很大的冲突。我们在面对着在教会里头，大家接受着各种可能不那么正确的教导，所以导致教会里面呈现的混乱，导致教会里头有很多人他只是坐着，然后游手好闲，指责别人。现在中文译本我们看的翻译上面写游手好闲，而台语刚刚第一堂礼拜台语圣经给我们的生活散漫 and 懒惰，就是他用的字更强哦。这边用的只是游手好闲而已，台语就是生活散漫，然后弊端，就是懒惰这个字。也就是他看见保罗所看见在教会里头真正造成最大的问题是懒惰。而为什么会懒惰？再进一步，希腊文在聊这个字的时候，他会谈到的是一种退缩，不往前走。所以它意味的懒惰是我缩在这里，我不继续往前了。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就不前进了，我就没有再往前走了。这就是他说的懒惰，而就是这个懒惰造成了教会当中的混乱。我们可以发现到，其实这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常常也是这样。我们总是认为，我认识耶稣到这里来，我够认识了，我在教会聚会几十年，我够了解耶稣了，所以我们就懒惰而没有继续向前走。我们却没有想到，这一个懒惰造成了教会的混乱，造成了整个信仰群体失去了他原本该有的秩序。
更包括在整个台湾社会当中。台湾社会很有趣，每几年就要进行一次宗教大型活动，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台湾最大的大型宗教活动是什么？你知道吗？要换一支。你们知道台湾最大的宗教活动是什么吗？绕境。错，台湾最大的宗教活动在2个礼拜之后要发生。选举啊！台湾最大型的宗教活动是选举，这比其他还要大，而且每几年就要来一次。我们总是在面对着一次又一次的选举，然后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当中，你就会看到很多奇妙的现象，对不对？你就会看到很多奇怪的现象。突然，大家都开始关心论文是真的还是假的，大家突然开始关心各种你过去不曾看到的，来到选举，它就会自动再冒出来。我们就要不断的去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它背后凸显了什么？而在这个现象背后，你看到了很多人。事实上，他是不是保罗所说的这些人？就好像游手好闲一样，谈论闲话，然后指责他人。好像我们所陷入的文化是一个这样子的文化。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按照我们信仰的了解来说，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被罪所影响，我们被罪的文化所影响了。而这个罪的文化从2个面向很明显的感觉出来。第一个，罪的文化所带来的影响是我们没有自信，我们缺乏自信，我们对我们所讲的事情没有肯定。我们不敢相信，我们不敢出去告诉人家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缺乏自信，然后连带着我们不敢负责任。你就会发现，因为我们没有自信，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负责任。有没有人要服侍？没有人要服侍。有没有人要当领导？有没有要当主管？没有，最好都不要叫我。我们缺乏自信，导致于我们不敢担责任。第2个罪的文化，没有自信再来影响是，我们其实是被恐惧所绑架。我们缺乏了自信之后，我们被恐惧所绑架，所以我们很多生活当中的行动与抉择，常常它的根源是恐惧。我们是害怕说人家怎么讲我，所以我好像不得不做什么。我们是害怕说，好像有一个看不到的力量会攻击我，所以我只能怎么样？我们被恐惧所笼罩，所以我们在这个罪的文化，我们看见了，我们事实上是被恐惧所影响，我们缺乏了自信。这2者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多做多错，少做少错，到最后你就会怎么样？不如不做嘛。干脆我什么都不要做，这样就没事了。然后你就看到了那群肥猫了，你就看到在任何一个群体当中都出现了这一些肥猫，而这些肥猫往往阻碍了整个群体向前，往往阻碍了整个社会继续进步。然后我们就是觉得反正耶稣就要再来，我干嘛那么认真？我就轻松点过就好了，我干嘛把自己逼那么紧？保罗在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处境。保罗所看见的教会就是一个缺乏自信又被恐惧所笼罩的教会，导致于他们只能够把信仰放在基督再来可以带来盼望，可是这一个盼望却是一种我所谓离开地球表面的盼望。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拜偶像。离开地球表面的信仰，它其实就是一种拜偶像。反正我寄托给一个看不见的神，我寄托给一个偶像，好像我可以不要去面对我生命当中的各种难题。常常我们在跟人家讲信耶稣是这样，你信耶稣，你一切都会很顺利；你信耶稣，病就会得医治；你信耶稣，一切就会，你一切困难都会被解决。我们常常把我们的信仰放在了一个飘在半空当中的盼望里面，我们不愿意真实的去面对
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我缺乏自信的那一块，我害怕的那一块，连带着我们越来越发现，信仰跟生活好像越拉越开，越拉越开。我们在外面过得非常辛苦，来到教会突然之间变了一个人，来到教会转身一变，好像又是另外一个新的面貌。久而久之，我们变成了一群精神分裂的人，然后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变成一群精神分裂的人，我们自己没有感觉。我们在离开教会之后，跟进入教会的时候，我们所呈现的面貌完全不一样。然后甚至我们不相信我们的信仰能够去面对我们生活的一切挑战，这是保罗所在面对的。所以保罗很清楚知道，我用这样子讲理的没有用，我只能用一个方法，那就是在经文当中他继续要带大家看到的。他在说的事情是：你们记得吗？当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我的榜样到底是什么？我在你们中间，我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中间的时候，我的榜样到底是什么？我认真的服侍，我认真的做工，我尽我所能的陪伴你们，没有从你们那里白白吃饭，没有从你们那里白白领任何的钱。我认真的服侍，认真的投入，这是榜样。而他在做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往往是从榜样而得到建造的。我们的信仰生命往往是从他人的榜样，从基督的榜样，从他人的榜样当中而得到建造。所以他今天把两个图像摆在我们的面前，一边就是肥猫的图像，一群游手好闲的人，生活散漫又懒惰，只出一张嘴不做事的这一群人，以及认真做工、辛勤的服侍，忠于上帝所托付的每一件事情，直到我人生末了的这一个图像。他把这两个图像摆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的眼前，然后说：你们到底要走哪一边？你们到底要如何选择呢？恐怕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也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你是哪一边？我们到底会是哪一边呢？好像我们有时候不太像完全的肥猫，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忠心的在服侍，不是吗？那我们到底在哪一边呢？其实他也没告诉你说你一定是哪一边，而是保罗用他的榜样在告诉我们，我们是竭力成为一个尽忠服侍的仆人。所以我曾经在一个老牧师的一段手稿当中看到一段话，这个老牧师说，服侍上帝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多少恩赐，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多少能力。他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忠心。服侍上帝不在于你有恩赐，不在于你有能力，而在于你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忠心为主在服侍的人。我觉得这个老牧师讲得非常有道理。我们学习成为一个服侍上帝人，我们学习成为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关键是我们会不会是一个忠心的人。而这个忠心的图像，我要邀请大家等一下走出门的时候，你看一下，你就会看到什么叫做忠心了。等一下走出这个门，你会看到有6个东西，它告诉你什么叫忠心。有人知道是什么吗？走出这个门，你看到两旁的6棵树，它告诉你什么叫做忠心。走出这个门，你看到我们两侧6棵树，它屹立不摇的在这里，它告诉你这叫做忠心。而这个忠心是什么意思？发生任何的事件，发生任何的考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霜，它永远屹立在这里，这叫做忠心。而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想象，
一棵树能够长这么大，你觉得它的根有多少？恐怕一棵树能够长这么大，它在地底下你看不到的根，你看得到的差不了太多。它的根会继续的伸展到地底下面去，所以你看到一棵这么大的树，它在地底下的根大概也有那么长。而这一个根告诉你的什么？所有的生命是这样子一点一滴，随着时间累积而长成的。我说这叫做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你永远屹立在这里，一点一滴不断的成长，不断的伸展下去。然后呢，当那个根越深，你外面看到的也就越高。树还有什么？树还有树枝，对不对？它所延展出去的树枝也就越茂盛，越有生命力。而这个生命力可以让什么？可以让很多的生命在这里得到遮蔽，很多的生命在这里得到喂养。这叫做中心，而这叫做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一点一滴的累积，让这个根不断的向下伸展，一点一滴的累积，然后到你这棵树越长越大，越长越大，然后你可以开展这些枝叶，成为众人的祝福。这是基督徒的生命，所以它是一点一滴在累积的。然后呢，有些树你还会看到会开花嘛，对不对？有些树会开花，花是什么？花恐怕是一点一滴上帝在这个时间做工，让你看见的装饰。我要说的是，它是装饰。为什么？因为花会开也会谢，有花开的时，也有花谢的时，也就代表说，我们常常羡慕那种好像生命当中有一些很特别的属灵经验，去期待说生命当中有一些很让人 surprise 的神迹。可是他告诉你说那是花，花就是开，它也会有谢的时候。我们要追求的不是这一个外表看来的绚丽，而是你的生命忠心的站在耶稣基督身上，你的生命忠心的根植在耶稣基督的榜样。所以服事不是看你多有恩赐、多有能力，而是我们如何忠心持守，忠心成为上帝的仆人。而这个忠心，我们用一棵树来作为我们的比喻。进一步的，我们会看见什么？上一个礼拜我在准备伊丽莎白纪念礼拜信息的时候，我最后得到2个最大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我们要活出敬虔。我们要活出敬虔。什么叫活出敬虔呢？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久了，你已经完全忘记什么叫做敬虔这一件事情了。我要说的敬虔是，你可以好好做礼拜，你可以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参与服事，好好的专注上帝所托付给你的每一件事情，这叫做敬虔。很多时候我们把事情想得很复杂，很多时候我们把事情想得太过复杂，我们看一种那种绚丽的图画，而忘记了我们刚刚那棵树，它真正的重点来自于它一直在这里，它忠心专注在它每一件事情当中，好好的礼拜，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读圣经。因为既然大家都愿意来这里了，大家既然都愿意来到教会当中了，你都愿意花时间来教会做礼拜，你都愿意来教会聚会，你都愿意来这边跟大家一起团契，那为什么你不要好好认真的做礼拜呢？为什么你不要好好认真的把你所聚会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能够参与的服事，当成
这就是我生命当中上帝托付给我的事情呢？看起来好像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事实上你要做到真的很难。你要做到真的不容易，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敬虔来。第二个重点是，除了活出敬虔之外，我们要学习活像耶稣基督啊。而这个活像耶稣基督，乃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面对罪，我们在面对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有缺乏自信的罪，我们有害怕的罪，而我们深信基督服侍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的罪在他那里得到解决，然后他复活的能力带领我们继续朝一个新的生命而前进。这是活像基督。所以我们的生命其实是这样的，从好好的做礼拜，活出敬虔开始，走向我们的生命如何活像耶稣基督。今天既然我们都已经要来到教会当中了，为什么我们不认真的学习，你就好好的活出来呢？而常常变成了好像我们在这里一样，跟保罗所讲的那群人一样，就是游手好闲，什么都不做，专门在指责他人。保罗把这个图像放在我们的眼前，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敬虔当一回事，我们真的把信仰当一回事，你就会发现，我们会少讲一点闲话，而多一点点愿意去付出；少一点指责别人，而多一点点卷起你的袖子来，参与在别人的行列当中。我们的生命会成为那棵树，这是一棵忠心的树，而所有的人会因着这棵树而得到祝福。所有在你周遭的人会因为你成为了这棵树，而在这里，太阳在晒的时候，你会帮它挡着；甚至下雨的时候，你还可以稍微躲一下。你会成为众人的祝福。保罗用榜样在面对这个挑战，保罗用榜样在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就要再来，所以你们可以不用做。而是因着基督要再来，而且那日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更当忠于所托，忠心的在我们自己的位置上面荣耀他的名。这是帖撒罗尼迦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我要邀请大家来看我写的这一段话，忠于所托。我们一起来想象，一棵大树屹立不摇，生长茂盛，是时间，是养分，点点滴滴的累积。一趟生命旅程，福泽众人，撼动世界，是行动，是服事，忠于所托的延展。人啊，你知道自己该往何处去？为何驻足不前，懒散度日呢？人啊，你知道自己已然进入永恒，殷勤不懈，勇往直前，直至那日获颁奖赏了。我们是被基督恩典所拣选的人，走在这一条跟随的道路上面，而尽忠在他所交代我们的服事上面，成为什么？扰乱天下的一群人。所以，如果有人说我们是扰乱天下的一群人，这恐怕是我们生命很大的奖赏。愿我们在跟随基督的道路上面，更加看见自己的生命如何成为一棵有生命的树，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一起通过这一首诗歌来作为我们的回应。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尾声之歌。
心为你歌唱，我的灵因你刚强，你的爱在我里面酝酿，催我在世上做光。我愿意为你摆上，我愿意尊你为王，只叫我体贴你的心肠，忠心持守之前，永忘我的心。为你歌唱，我的灵因你刚强，你的爱在我里面酝酿，催我在世上做光。我愿意为你摆上，我愿意尊你为王，只叫我体贴你的心肠，忠心持守之前，永忘。将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即使我在惊涛骇浪之中，仍有信心和意向，将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过一生要向着标杆直跑，直到终点的照江上。我的心为你歌唱，我的灵因你刚强，你的爱在我里面酝酿，催我在世上做光。我愿意为你摆上，我愿意尊你为王，只叫我体贴你的心肠，忠心持守之间，永忘。将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即使我在惊涛骇浪之中，仍有信心和意向，将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一生要向着标杆直跑，直到终点的照江上。将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即使我在惊涛骇浪之中，仍有信心和意向，将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
上。我一生要向着标杆直跑，直到终点的照奖赏。我一生要向着标杆直跑，直到终点的照奖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用你的爱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求你用你的恩典复庇我们每一个人，好叫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站立在你身上，让我们知道如何在生命当中活出敬虔，活像基督，能够好好的去在生活当中见证你的作为，好叫我们的生命能长成一棵大树。这棵大树见证了忠心的典范，使人的生命因着我们这棵大树得到祝福，使需要的人在这里看见盼望，受伤的人在这里得到医治，心灵忧伤的人在这里经验到真实的自由。愿你使用我们，把这一切献上，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大家请坐。我们来看几项教会的事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我们圣经学堂的部分，我们读到马可福音15章的16节到32节，所以我们礼拜三晚上如果有空的话，你可以在线上跟我们一起参与圣经学堂。好，那下一个礼拜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所以下个礼拜神学院有差派徐万林老师到我们教会来讲道。那当天我需要到高雄的右昌教会去服侍，所以请大家一起关心外出的行程，以及为神学院的事工关心代祷及奉献。好，那我们上一个礼拜在伊丽莎白纪念礼拜之后呢，有邀请弟兄姐妹一起在巴克里牧师的献身文上面签名。那这一个礼拜跟下个礼拜，我们会把献身文放在我们等一下礼拜结束之后出去这边，你就会看到我们把献身文放在这里，你可以看一下。如果你觉得让你有感动，你也想要签名的，你请在上面也签下你的名字。我们在这1-2个礼拜当中会让大家签名，然后未来它会变成我们教会重要的史料，就我们会把它裱框，然后放在我们教会史料馆或者是我们重要的位置上面，希望大家可以一直述说
巴克里牧师献声文的精神。好，那等一下我们要召开长执会，所以请我们的长执同工一起注意这个时间。好，再来11月30号晚上，礼拜三的晚上7点半，台湾神学院的首中团会来我们教会举行一场音乐分享会，所以邀请大家，如果你没看过首中，应该如果你参加第一场礼拜，你就会看到首中。那这一次是台湾神学院的首中团会来到这里做演出，所以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然后等一下，同样的，在出去之后，桌子上面有明年度的月历，所以你有需要拿新的月历的呢，每户都有1份。那请在上那个领取表上面能够签名哦。等一下都在这边，不管是月历还是巴克里献声文，都在我们这个门出去之后的右手边，你就会看到。好，我做以上的报告。那今天有10个大人1个小孩，有一群从台北来到台南一起玩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然后让我们欢迎你们一下，好吗？对，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能够跟我们一起敬拜上帝，愿上帝的恩典与大家同在。我做以上的介绍跟报告，来读经句。好，我们一起。现在一起来出声来攻读今天的经句。弟兄姐妹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们，要远离所有游手好闲、不遵守我们教导的信徒。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6节。好，我们再一次，弟兄姐妹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们，要远离所有游手好闲、不遵守我们教导的信徒。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6节。现在我们起立来唱祝福差遣的诗。吟诗后，请牧师祝福。愿上主大慈爱抚慰你心灵，每时刻他的爱住在你心灵，愿主荣光照耀你，以此爱更大爱你，无论何处他的灵都永远伴随给你。愿上主大慈爱抚慰你心灵，每时刻他的爱住在你心灵，愿主荣光照耀你，以此爱更大爱你，无论何处他的灵都永远伴随给你。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你们对耶稣基督的信而充满各样的平安与欢喜，也借着圣灵的能力，使你们大有盼望，忠心持守，直到末了。阿们。请坐。